有日，卡比響喺花園角落度突然發現咗一個奇怪嘅小鈴鐺，佢好奇咁搖咗搖鈴鐺，發出清脆嘅叮當聲。就喺嗰陣，肥貓喺樹後慢慢行過嚟。卡比響，你呢個鈴鐺唔簡單啦。肥貓慢悠悠咁講。呢個係咩啊？卡比響好奇咁問啊。肥貓咧用爪子輕輕掂咗下鈴鐺啦，呢個係秘密花園嘅邀請鈴鐺啦，佢可以帶你去一個淨係俾揀中嘅人先可以去嘅地方啦。卡比響眼睛一亮，秘密花園係咩地方嚟啊？肥貓微笑咁答：嗰度係一個充滿奇幻同埋歡樂嘅地方，而今晚有個特別嘅派對。派對，我可唔可以去啊？卡比響興奮咁問。肥貓點點頭，梗係可以啫，但係你要先揾到去嗰度嘅路喎。卡比響即刻企起身，咁我哋快啲去啦。肥貓笑咗笑話：唔使急，跟住我行啦。肥貓帶住卡比響穿過花園，嚟到一道俾藤蔓遮住嘅小門前。肥貓輕輕一推，裏面係一個好神秘嘅小花園。沿住呢條路行，你會揾到秘密花園。卡比響迫不及待咁跑過去，小徑兩邊開滿咗各種奇花異草。卡比響嚟到一個小小嘅空地，中間有一個好大嘅噴泉。突然，噴泉嘅水柱變成咗一個個小精靈，佢哋圍住卡比響興奮咁跳舞。歡迎嚟到秘密花園。其中一個精靈飛到卡比響面前，笑住講：我係派對嘅主持，小精靈莉莉。哇！呢度好靚啊！卡比響驚嘆咁講。莉莉拉住卡比響嘅手，一齊參加派對啦！今晚我哋有好多好玩嘅遊戲同埋美食啊！卡比響興奮咁點咗點頭，跟住莉莉行入派對場地，嗰度已經聚集咗好多小動物。派對上面，卡比響同小動物一齊玩咗一個又一個遊戲，仲學識咗點樣用花瓣做頸鏈，點樣用樹葉吹口哨。最後，大家圍埋一齊，分享住美味嘅水果同埋蛋糕。卡比響開心咁講呢，係我參加過嘅最正嘅派對。莉莉笑住答：只要你願意，隨時都可以再嚟啊！派對結束之後，卡比響帶住滿滿嘅快樂返咗到花園，肥貓已經喺門口等住佢。點樣啊？派對好唔好玩？肥貓問。卡比響興奮咁講：好好玩啊！肥貓，多謝你帶我嚟咁正嘅地方。肥貓微微一笑：只要你願意，生活入邊到處都有奇妙嘅嘢等住你去發現。卡比響點點頭：我明白啦，以後呢，我會更加用心去發現呢啲美好嘅嘢。